今仔日早起有去开会，就是真罕行吼。我嘛有做案，毋过就足罕行，叫我去开会。毋过我嘛无足爱开会，因为是讲有时间会当摕来学台语啊，创啥吼，就无做亲像以早就做想要伫公司有一个做要紧的角色，迄个时阵就感觉讲有开会较是一种标志，就是变做做一个互人牵心的人吼，一个重要角色的标志。啊，即马就较无即种想法，安尼就其实开会时阵就变做讲，即个定定去开会的人，伊无做物件，啊，第做物件的人佫无去开会，变做啥物拢毋知影吼。啊，至少加减就是即道去开会，知影一寡资讯安尼。啊，嘛袂讲做要伊做怨叹啦，想讲其实，其实就是安尼啦，都毋免去想讲，因为这是一个游戏吼，一个规则，有的人就是伫内底行啊真好，毋过这甲人生的价值，是爱分开来看。就是亲像讲，有的人伫学校的时阵，册读甲真好，拢足高考试的。毋过其实伊就是知影即个规则，拄啊好家己的才调嘛是有符合讲即个规则，即个游戏需要的能力。其实是安尼尔。毋过咱人生中吼，伫咱人生内底吼，爱认捌家己吼，即拢无人讲起，无人知影，嘛无人要伊。佫有一寡无形的语言文化吼，讲即种物件无人伫讲究吼，逐个拢会讲究讲，头家人介意啥物，顶司介意啥物，你有法度去掠着顶司佫有头家的心，因为伊会互你吼较悬的位阶，互你做好的奖金，啊无就是讲你有法度知影讲即个未来吼啥物行业找啥物势头上好康。就是大家拢可能拢是看着即项物件，变即项物件，即个地步也嘛变做讲大家价值吼，价值就伫遐，地步伫倒位价值就伫遐倒位。啊，有一个同事吼，伊是有才调，毋过伊就是甲顶司白合，尾后迄个顶司副总走去了后，伊嘛无去死头路，伊就走去别位单位做甲原来做有才调的代志，拢无相共的代志，就是稳居伫别部门。毋过尾后新的顶司、新的头家来，我嘛有甲伊推荐讲若爱救咱公司，甲伊找转来。伊就真做一个顶司变做讲伊规个人拢无共款无亲像以早遐歹参详、遐歹剃头对待我嘛足亲切的。所以讲有时阵互伊较有伊互伊讲一个互伊做顶司足欢喜的，规个人拢转变。有的人有可能逐工拢足无欢喜，就是想讲伊的才调哪会无互人看着？这拢是共款的镜头，就是大家甲家己的价值即个咱即规个人的价值拢是放伫你伫公司是啥物职务啥物位置讲话有够大声无？变做讲若伫外口走总徛起，有可能就是讲你敢有厝有车，车是啥物牌子的车？某有水无？囝有几个？读啥物学校？就变做讲这就是游戏的规则。咱若照拼照行，照即个游戏来行，
就是安尼，咱无法度认别家己的价值。若讲你拄啊好伫即个优惠内底算啊诚好势，当然无啥物问题，你会做自信讲即摆若讲欠外语的人才，需要一个朴素的学历，我就上用毋免无采我两档三档的时间在遐就会使家己完成。才会先比别人行搁较紧，行搁较顺。毋过这敢讲就是即个人个人的价值，敢是咱定定会去看电影，电影内底就是即个主角的价值。敢是讲伊知影讲安怎行会比别人搁较了搁较少时间就会当讲敢是安尼？其实嘛毋是安尼因为安尼的电影其实嘛无啥物人爱看，因为伊就是一个游戏的人游戏内底游戏的 player 足够耍的，一直看伊耍，看伊耍，伊嘛无伫加想一寡代志，就变做亲像机器人安尼行甲足顺，毋过嘛无啥物故事伫内底，嘛无啥物互人诚感动的代志。所以讲，其实价值应该是会当加看，加感受。毋过现此时的社会拢会受到影响，就会去看着讲，即个人安怎趁钱就是咱身躯边拢是这种想法家己嘛受着影响。我即马就是讲家己放较轻松若讲即个代志我会当做，会当解决，其实嘛是足欢喜的。解决一个工课上的问题，嘛毋免讲去开会做顶师，因为你若做一个顶师，爱去看顶一站顶师伊想要啥物，搁爱去看下骹手人若逐个拢走去你嘛烦恼啊。就是要爱烦恼讲，是毋是逐个人拢伫即个游戏的路上拢行正路就变是无法度有家己的特色，其实是无法度，拢是爱照步来变做一个即个顶死要求，你着照这要求，搁去要求别人去看别人讲有处理好势无？所以讲，我若家己我若今仔日真正足讲究、足要伊家己的价值，我这个人的价值，我着无应该讲毋茫讲做大官，做大官哪有可能讲会当家己有啥物个性，会当发挥家己有啥物理念其实是无法度。你着照人讲的。若讲我做一个小卒变做讲别人安怎甲我讲，我讲好好好，着照伊做。我着顾好我家己讲你爱啥物物件我互你照你的规则。毋过若讲做即个主管顶头阁有主管，家己嘛是一个主管。安尼就变做讲，伊爱烦恼诚济人是毋是有照即个规则，即大头家爱的规则去行。当然就更加无法度有个性所以讲，我即摆会当加观察知影讲，逐个人可能无共款去欣赏毋免看着啥物人就想讲，这个人有升官无？有跳升起来无？这个人有加薪水无？这个人是毋是要换头路就毋免去想这拢是一个游戏的规则尔。你若换别个公司共款的规则、共款的游戏，搁共款开始，所以这是一条路行无头。
找无路吼，找无路，即种路是找无路。我若讲吼，就是看重家己的价值，我做人的价值，毋是别人安那去定讲做人值偌济月绩吼，毋是安尼吼，也无就是讲做人伫公司有法度互伊什物势头吼，互伊发挥，这嘛是嘛毋是拢总规个人的价值吼，这著是一部分尔。就是你趁钱的时阵，你的定位安尼尔。所以讲，我爱去搁较做无共款的思考，莫讲搁去行伫即个即个游戏的规矩顶头，搁伫遐怨叹，因为安尼敢若会怨叹怨天怨地，讲我遐有才调。安怎搁安怎，别人嘛看起来嘛无啥，就逐工拢去要伊别人安怎伫即个游戏的规则顶头，算甲烂拢无去要伊其他的代志，安尼足无彩的。尾仔就是讲，我有去读册会，我有听着讲，真正的有，我即马有较了解讲，我讲台语的问题。因为嘛是读册会嘛有一寡人伊当地讲，甲我共款有可能即个调无做稳定有一寡实在是共款的问题。毋过我嘛感觉足正常，袂去用毋免讲家看甲足严重，就是讲今仔日有人就是在来会晓讲台语的人。一听就知影，因为伊就是讲话，即个调拢做稳定，即个腔无法度去形容，就是袂像讲我安尼讲第一届甲第二摆无啥共，而且变做讲有真差，有一寡发音可能就会走去。毋过这问题嘛无要紧就是讲以前还想讲足严重，这就是学袂好势这就是安怎？即马想讲就是加讲就好加讲其实逐个嘛听有，就是讲有好无好，其实真正无差偌济啦就是讲看有要义抑是无要义，就是讲你若台语讲真好，有的人就会一直甲你讲台语若讲甲安尼有淡薄仔无稳定有时阵就是搁伫咧学的即种款，有的人就较无爱听，因为听起来就无顺伊就会就袂甲我加讲。其实我嘛无需要挖靠即寡人即寡无眼光的人逐工拢为着这来艰苦，实在做毋值的即马我就知影讲去找一寡资源，可比讲我会使去家教家教的先生当然就是会甲我对谈佫会甲我纠正。伊嘛做有即种职业病伊嘛做爱安尼做。拄仔好我嘛有即种需求有人甲我纠正，无就是参加马文的读册会，安尼嘛真好。因为马文较袂讲足严肃的，无亲像白话字的即个读册盘迄互人有一种压力，毋敢讲话的压力。我就去找讲甲我较斗搭较会捌的即个读册会，因为我会当加少讲几句仔话。若讲一个读册会，我自头到尾一句话拢毋敢讲，安尼实在是都无发挥就变做讲因为我即摆爱训练讲家己有啥物想法用台语来表达这是我即摆可能拢有阶段进前的阶段就是讲
爱惯势讲台语吼，爱甲袂使讲有一寡词你就是想袂出来吼，爱用华语安尼来帮赞吼。啊，即马可能即个阶段有渐渐冲过去啊，变做讲我头壳内底有一寡词吼，虽讲可能安怎讲吼，讲来讲去拢是会共一个词，毋过即种拢是台语词吼，袂讲互中文爱出来斗相共。那安尼变做第二个阶段，就是我需要去学讲用即个台语来去表达，表达我心内底想法。安尼毋免去想半工，这就是我现此时的阶段，所以讲我着爱去拣适合我的有一寡若是讲，所以讲我毋免去依赖讲身躯边的同事啊，身躯边的某物人，因就是着无爱甲我讲台语啊。安尼着莫勉强，真正莫勉强，嘛莫甲这当做讲足失望的足欢喜的这着白沙心灵，也是讲有一寡网络较敖的人捌讲过，着讲你若成功，你足欢喜的，毋过有一日，你若无成功，毋是足伤心的，安尼敢好？你着变做无法度控制，你着是家己快乐，也是伤心，交互别人，交互即件代志的结果。伊即个代志的表现过来就是讲，你若讲今仔日写一篇文章，足侪人看，你足欢喜的。有人是去发一张相片，翕家己的相片翕互大家看，无就是讲即个好食物伊的相片若讲有的人今仔日伊发表的即个相片，足侪人来示赞伊着足欢喜。有一日奇怪，哪会两三只猫仔伫咧示赞，伊着足失望的这着共款莫去互即种束缚起来所以讲我即马若有人会用我台语，我当然欢喜。有的人伊着开始无爱用，伊有伊千万的理由，我拢毋免去信斗这着是伊的自由我嘛毋免讲欢喜抑是无欢喜，有啥物想法拢毋免，有任何想法就是依赖即个人伊安怎想即马莫想依赖别人的想法，就亲像讲阮翁进前早起时看新闻，就会足气的，讲伊看着讲中共的歹话，伊拢念咒咒。若讲民进党的歹话，伊就安尼伫遐足欢喜的，就毋免去想这别人安怎想，就理落伊的想法。我就而且有时阵有可能人嘛无安尼想，是我家己伤敏感这嘛无的确是安尼所以讲就是爱去真做一个家己，做家己啦咱即马拢足想要做别人，做一个成功的人，互人牵信的人，无就是讲我今仔日我做物件，我会摘掉，互人看见足欢喜的，拢是共款拢真做一个家己的价值就是伫咧即个工课场的即个规则内底是毋是算上好势，看上透，无就是讲资源上济就拢无去发现讲，其实这就是一个规则。你若讲即个规则你舞甲足熟的，你足熟手的可能运气好你着真做一个游戏的
算游戏的高人，就是安尼尔，这无啥，毋免家己看伤重，吼。咱就是爱做家己，找家己，而且莫互别人影响。其实这做恶做的，我即马就是，就是去试看觅。我嘛毋免要伊讲即个读册会内底，逐家是毋是有甲我欣赏，拢毋免吼。我即马就是讲，读册会有诚济，我着去找讲，我伫内底上自在。为安怎？我就是找家己，找自在。若其他我着家录起来吼。若有时间会当听看别人讲台语，讲甲诚好，袂歹。毋过我即马吼，就是需要去练习，练表达吼，练讲安怎讲啊？你若讲甲白水开，这是有影吼。真正讲自来台语人讲台语，即个调做稳定。毋过其实嘛无要紧吼。为安怎我会感觉足要紧？因为我足惊别人不爱甲我讲台语啊，不爱甲我用台语对谈。就是因为我依赖，我着想讲台语若爱好，就是爱有人一直浸伫即个环境内底，爱有一个人愿意吼，自头到尾做爱甲我讲台语，吼，讲啊噜噜叫。其实无即款人啦，若有即款人，有可能家己的老爸老母家己佫足无爱甲因讲电话嘛，足怪奇，足古怪。足古怪，所以讲人就是安尼，拢毋茫讲替人肯定。其实毋免啦，就是爱家己肯定家己，家己看着家己的一个特色。应该是安尼，莫依赖别人啊。你若依赖别人，今仔日你有得着足欢喜，毋过有一天有好就是有时起有时落吼。落的时阵，毋是加艰苦，足艰苦的。就是爱好好想，而且讲，你讲若无一个人一直甲你用台语讲较诚好势，互你去学。其实我嘛是有法度吼，就亲像讲我去找读册会，带领读册会的人吼，即个程度拢诚好。我来参加读册会，伊嘛是加少爱甲我对谈两句啊。有无可能讲自头到尾拢甲我一个人讲话，安尼嘛袂要紧啊。我亲像即马，我就是找着好方法啦，就是家己去甲家己安尼讲。而且佫会使写台文，写台文其实共款咯，就是进前我就知影讲写台文是一条足要紧的路。为安怎？就是讲你都毋免去管待别人讲有人看无啊，有人甲你讲话无，有人安怎，毋免管待别人。写台文就是一个人就会开始写，写来就对啊。若讲台文就变做爱有一个对象，无就爱亲像即摆安尼自言自语，安尼其实嘛无要紧啊。是会烦恼讲家己会安尼吼，拢无进步。其实袂啦，若真正要进步，足侪方式，你会使去背别人的台语文的文章吼，口说的有诶无诶其实方法足侪。毋是亲像进前家己所想的讲有一个团体，有一寡身躯边有一寡台语诚好诶人，会一直甲我讲台语。有可能这真正会互我台语进步。毋过想看觅，若伫台湾有一个人英语想要进步，伊就无法度去强求讲伊身躯边有一个外国人。用英文一直甲伊对谈。所以讲有时阵就是若无安尼方式，就是爱家己转化吼。就亲像我今仔日读的即个台文通信，我家己嘛讲有的人就想讲倒等遐
上轻巧诶吼，逐个拢伊就毋免去做啥物做啥物转换，因为可能无即个环境，伊就做一寡拍拼吼。有诶人毋是会参加一寡教会啊、长老教会啊，有诶人就是会安尼。当然伊台语嘛变甲诚好呢，都是有诚济方式。我若讲无方便讲家己安尼出门去参加啥物面对面诶活动，袂要紧啊，我有即个即个叫做啥物？有网络啊，即摆是网络世界，嘛有一寡活动是伫网络去举行诶。嘛有广播电台会当听。若讲爱讲话，其实我就是家己安尼讲，因为我算是听真敖听，所以讲我讲口口讲嘛不要紧啊。因为有诶人是搁听无，伊毋知影讲伊讲诶是好抑是歹，伊需要一个人家己听。若台语我听着足够听，我就知影讲，这好甲无好。我即马是讲爱诚好势，就是爱练习。你讲听，像讲客话，我就是无法度，我安怎听拢毋知影人讲有好无好，而且嘛听无。毋过台语我就是听这方面无问题啊。所以我有法度用即种方式，就是家己一直口口讲。因为我听有啊，我嘛知影讲家己讲诶有问题无。所以讲真正就是爱靠家己。较有人讲，尽量趁加减趁较袂散。我家己想诶就放伫我身躯顶，就是加减学较会进步。就是加加减减安尼学，莫搁怨天怨地讲为安怎无即个环境，为安怎就真正就无真正无你去怨叹搁毋茫讲身躯边有一个安尼好诶环境会使出现。其实就变做家己对家己诶压力伤大，因为你想要等待别人甲你接纳，等待别人开喙甲你讲台语这拢是倚靠别人诶即个手路。即摆我若毋是安尼想，我就是讲别人安怎用我拢听甲自在，莫甲我骂就好。我拢欢欢喜喜，欢喜心。我即摆就是讲有一寡想要练搁较好势，有一寡方法方式就是讲，甲时间延较长有诶人可能几个月就进步，伊可能去参加啥物教会一直讲一直讲若我无遐有才调，我就变讲1年2年就是即个时间延较长，安尼嘛无要紧。我即摆可能就是讲台语诶即个速度、即个调，即个可能无啥物稳定，即个节奏诶问题。其实真济少年仔讲伫广播电台讲台语嘛是共款诶问题。我拢会使听会出来，讲这人是少年仔伫主持，抑是讲中老班诶其实拢听会出来。这少年仔甲我讲台语，即个状况迄个镜头有淡薄仔像，有可能伊拢两个字安尼倒讲袂讲足顺安尼连续小连续。若讲有法度小连续，当然是用台语来思考，即种较无问题。就亲像讲中文咱就毋免去经过思考，就直接出来你这速度就诚紧。若变做讲我爱做诶，毋是讲身躯边诶人愿意应我台语，其实毋免去寄望即种代志。毋免寄望讲身躯边人安怎看待我讲台语即件代志，是会好好用，抑是讲拢无爱用，拢用华语来甲我对谈。
拢毋免管，毋免管，即拢别人的自由，对我无影响，就亲像讲，今仔日阮若讲伫space 的空间，因伫遐讲，阮若着做我的代志，我着家录起来，有时间较转来听，较细过头来听，就是有一寡代志无影响，我着家当做一个资源，无就是讲别人伊的反应我着转过就好啊。这拍结束就好啊。讲伊有代志找我，我有代志找伊这代志甲伊舞煞就好啊。伊安怎讲台语讲华语，伊安怎想，伊安怎甲我口说，其实嘛无要紧啦，着笑笑就好。因为就是别人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了解，我嘛毋免去勉强。早前我会想讲，哪会无甲我鼓励，我会怨叹，会去心肝头去勉强别人。即马拢毋免啊，就是凊彩啦，自由的，逐个拢做自由啦，毋免去期待失望，拢毋免。无你讲今仔日这人应我台语，我足欢喜的。明仔载因若讲无爱应我台语，我是毋是搁变做无欢喜去？我的欢喜无欢喜，着受这人控制。上好的状况就是应我啥物话，我拢无差。若讲足惨的，讲我听无拗，这我就毋知要安怎。毋过阮厝里就一个阮翁就安尼啊。阮翁就安尼，我阁有啥物无法度接受的？就是用即种正面的思考去看待代志，就是安尼。